3、5成團深度遊又出發啦！我係的神，我參加得嘅旅行團就梗係要深度玩通透啊！每次有唔同嘅導遊帶大家去感受香港嘅文化特色。今次我哋將會走出石屎森林，真正同大自然接觸，睇下兩位團友 E 型人格嘅蘇同埋 I 型人格嘅肥腸，探索香港自然嘅生態啦 ！Let's go！ 哇，對腳好長啊！真係好靚啊！你的成日都望咩啊嗱？肯定係望女仔啦，睇佢咁嘅款。望呢邊就係，但係望嗰邊就唔係啦。睇下得唔得啊？對佢真係好長喎。係咧，都話唔係女仔啦，係雀仔啊！今日帶大家嚟一個生態遊，親大自然。不過咧，由我嚟帶大家咧就無謂啦，因為冇乜說服力。所以咧揾嚟熟悉塱原一帶嘅係專家阿 Jan 咧，同我哋介紹下呢個獨特嘅地方。係啊，塱原即是指呢一個雙魚河同呢個石上河之間約網面積係37公頃嘅地方。咁因為以前呢啲觀鳥嘅愛好者咧，就稱呢度叫做 Long Valley。咁所以咧，佢哋中文譯名咧，亦都叫做塱原。而呢一個具生態價值非常之高嘅濕地咧，亦都為咗一啲當地嘅水鳥啦，同埋兩棲爬行動物咧，提供一個覓食同埋休息嘅場所。所以咧，政府最後將呢一度咧成立咗一個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咁好好去保育呢個地方啦。咁睇嚟我哋要入去望㗎啦喎。我喺度行一陣咧，即係好似雀鳥天堂咁喎呢度。點解有咁多雀仔飛過咧？塱原係香港較為大片嘅一個連片濕地啦，你會見到周邊嘅環境啦，佢會有一啲水稻田啦，會有啲池塘啊、沼澤啊各方面都會有。咁而亦都為呢一個遷徙鳥咧提供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棲息地，俾佢哋呢度揾食啦、休息啦，同埋延續下一代嘅。會唔會有一個實質嘅數字，即係大概有幾多種類嘅雀仔嚟咧？喺每年10月嘅12月之間咧，咁其實曾經錄得咧有超過320種嘅品種咧係喺度記錄到嘅，而佢嘅數量咧係基本上已經超過香港嘅雀仔品種一半㗎啦已經。咁而呢一度嘅你見到復耕嘅工作啦、農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國際瀕危雀仔咧係會嚟呢度咧揾食嘅。咁所以會凸顯咗一件事就係點解呢度係對於呢個雀仔嘅生物多樣性咁重要咧？咁呢一個地方大家一陣就可以出去睇一睇，有幾多種唔同嘅雀仔啦。嗰度有雀仔，快啲過去睇下咯！快啲啦！見到有一隻係黑翅長腳滑嘅雀仔啦，佢個翼係黑色嘅，跟住個身係白色咁樣，幾得意。我覺得要逐隻揾翻佢哋係咩品種，好得意，同埋好想即刻拎個相機出嚟影低佢。我覺得喺呢度即係大自然嘅環境咧，聽咗啲吱嗰啲雀仔聲，跟住之後再去揾翻佢哋出嚟嗰種感覺好得意。想知道點解喺塱原呢度設立生態區咁重要咧？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嘅生態區嘅面積咧，成21公頃面積嘅，係大過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咁你亦都見到咧好多唔同嘅濕地生境啦。係。咁而當中咧，你見到大家熟悉嘅一啲嘅，例如叫禾花雀啦，即係黃胸鵐呢隻雀仔咧，其實佢都係會喺秋季遷徙，甚至係去其他地方之前咧，係會停留喺呢個地方咧去揾食嘅。咁所以呢個地方係非常之重要嘅對於佢嚟講。但係你頭先講嘅隻禾花雀係咪即係已經係瀕臨絕種嘅地步㗎啦？而家係屬於一個極度瀕危嘅狀態。咁所以喺香港而家佢哋記錄得係有冇得40幾隻嘅啫。咁呢度最近就啱啱開放啦。咁有多咗旅客嘅話，其實會唔會對呢度有影響咧？探訪呢一個公園入邊嘅物種嘅話咧，即係睇下雀啊，咁其實影響好少嘅。咁最好咧就進行一啲叫做深度遊啦。咁深度遊意思即係唔係就咁行行企企望完就算啦。你想了解多啲資料咧，甚至可能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帶你嚟睇呢啲嘢啦。咁但係嚟到呢一度咧，有幾樣嘢要留意嘅。第一樣嘢就唔好去餵飼任何嘅野生雀鳥啦。第二樣嘢咧，亦都唔可以喺度見到啲嘢啱使咧就攞走啦。同埋最重要就係唔好立亂踩一啲農田。因為呢度啲農民耕作好辛苦啦。第二樣嘢，農田有好多啲生物啊或者雀仔會使用啦。咁好多時你為咗可能為咗影一張相啦，專登走入個農田度踩咧，咁呢個就唔係咁理想咯。咁如果你話即係有啲人去破壞呢個，當然唔好啦。但係冇一啲嘢係特登為咗呢啲雀鳥而喺度特別興建或者係幫佢哋而設嘅咧？有㗎，你會見到佢呢度用一個生態友善嘅設計。第二樣嘢就係你見到佢一啲唔同嘅渠道啦，一啲嘅灌溉嘅系統啦，就唔係純粹就咁鋪石屎嘅。你會見到用啲堆石嘅設計咧，去提升佢嘅生物多樣性。而喺某啲嘅位置咧，甚至咧係會啲斜梯咧，係希望可能有啲小動物跌咗落去，或者其他一啲嘅雀仔跌咗落去嘅時候，佢可以俾機會佢慢慢行翻上嚟。唔該先，頭先我見到啲斜台啦。係啊 ，OK。
哇！等陣阿肥腸發現咗啲嘢喎，呢度除咗動物同雀仔之外，仲有農業區添喎。係啊，呢度其實農業區咧喺呢個公園成立之前咧係不嬲都存在㗎啦。咁只不過因為成立咗呢個公園之後咧，咁呢個公園管理咧就係希望呢度繼續即係啲農戶繼續可以耕作啦，一來可以提升呢個環境個多樣性啦，咁俾嗰啲雀仔啊繼續喺度棲息啦，咁提供一啲好重要嘅食物啊各方面俾佢哋啦。咁而呢個面積咧，你估下成11公頃咁大嘅，係啊，一啲都唔細㗎。或者我見到啲農民喺度即係耕作緊，即係佢哋原身已經係喺度耕。係啦。呢度咧設備咁完善，環境又咁靚，我可唔可以租翻塊田嚟種嘢㗎？到目前為止就冇外邊嘅人嚟做耕田嘅，咁多數都係租翻俾現時喺度做緊耕田嘅農戶咯。咁而都係以一個叫做生態友善嘅耕種方式咧，係去鼓勵佢哋去種植呢度嘅所有嘅植物。咁例如一啲無論係除草劑又好啊，佢哋施肥都好咧，全部係用一啲環保或者呢個綠肥啊堆肥嘅嘢咯。咁雖然而家真係有好多現代化嘅設備可以令到佢哋耕田方便啲啦，咁但係其實到最後尾，我覺得佢哋仲要維持埋生態嘅發展，其實都係好難嘅一件事。咁希望大自然同埋農業活動第時可以持續發展啦。哇！其實咧，我諗翻起我細個同啲 friend 傾偈嘅時候咧，都有傾過就係話，不如退休整笪地去耕下田咁啦。我覺得今次嚟到就好似真係有一種退休生活啊，預演我嘅退休生活。哎呀，經歷過今日嘅生態遊之後，咁多位團友覺得點？哇！直頭係一種洗滌心靈、心曠神怡，我覺得思路相當清晰。呼吸咗咁多新鮮空氣咧，跟住又出咗咁多汗喎，跟住真係簡直覺得人都健康咗啊！既然大家感受咁深，亦都知道環境保護嘅重要性，以後我哋就要多多關心我哋嘅環境啦。啱啊！眾團友我哋一齊宣誓啦！本人謹此宣誓，日後必定持續關注生態環境保護，特此聲明。特此聲明。